最新嘅 AI 會取代3億份工，而受到最大影響嘅地方會係香港。有啲要讀好多書先入到嘅行業會受到最大嘅打擊。人工智能會取代咩工作？佢對人類有咩影響？同埋我哋可以做啲咩？我嚟把握呢個時機。如果你中意阿朱喺台灣做咗10幾年嘅投資者，分享佢對時事同埋市場嘅睇法嘅話，就撳隻手指同埋訂閱呢個頻道。人工智能 AI 存在咗咁多年，點解呢排又興翻咁多人講呢？因為最新出嗰扎叫做 Generative AI 新程式人工智能，而佢做到嘅嘢比起舊一代嘅 AI 係勁得好多。例如幾個月前出嘅 ChatGPT、DALL-E 同埋 Midjourney， 佢哋有3個特點令到佢咁犀利。第一就係佢哋創造出嚟嘅答案或者製作係好到我哋分唔到係人定係電腦做出嚟。代表如果你用 ChatGPT 我嚟玩 Tinder 嘅話，對方唔會知道同佢講緊嘢嘅係個 AI 唔係你。如果佢用 ChatGPT 我嚟答你個 GPT 嘅話，個結果會係點呢？第二，佢哋容易用同埋接受自然語言嘅操作，變咗所有人就算冇 computer science 嘅訓練都可以同呢啲 AI 溝通。第三就係佢哋嘅用途好廣闊。如果你仲未知咩係 ChatGPT 同埋呢啲智能功能可以做到咩，你一定要睇翻我呢條片，我喺嗰度逐步咁解釋佢哋嘅功能，而佢哋會改變將來。ChatGPT 第3代喺上年發放5日之後已經有100萬個用戶，呢個係歷史以嚟最快攞到100萬個用戶嘅 App。返工嗰時，啲人會用佢我嚟寫 email、創造新嘅 ideas， 甚至寫程式我嚟自動化流程。喺學校，啲學生我嚟做功課、報大學報功同埋畫啲鹹濕公仔。有啲人批評呢個發明唔好，因為會令到人唔使諗嘢，學生唔會學嘢。我就會做一個比喻，呢啲 generative AI 就好似以前發明咗計數機咁。計數機係咪一個壞嘅發明？因為佢令到我以後都唔使用人手我嚟計數呢？我唔識答佢係好定壞，但我知道如果你唔識用計數機，淨係識用紙同筆我嚟計嘅話，你好快就會冇工作做。而家我哋見到最新嘅新程式人工智能會有一樣嘅效果。上年11月出個 GPT， 即係我哋網上玩一個係第3代，今年3月出咗第4代。如果你覺得而家玩緊嗰個勁，新嗰個仲犀利，用嚟考入大學試 SAT， 佢嘅分數比起之前嗰代高150。喺第二啲地方，例如影像分類同埋閱讀理解，佢嘅能力已經高於一般人。而第4.5代9月就會出 GPT-5， 下年就會有，而佢哋只會越嚟越犀利，好快就會聰明過所有人。就係因為咁，有啲人擔心呢啲 AI 發展得太快。最近有封公開信要求我哋停6個月，唔好整啲再勁啲嘅 AI 出嚟。而呢封公開信有超過1500個簽名，包括同科技好熟悉同埋有投資落 ChatGPT 嘅 Elon Musk、蘋果嘅 Co-founder Steve Wozniak 同埋好多第二啲喺科學界嘅高層。佢裡面寫，而家 AI 達到人類咁高嘅智能，佢可能對社會同埋人類造成危險。咁佢哋唔係亂講，裡面 quote 埋一啲研究嘅。然後下面就話，而家 AI 做到人類做到嘅嘢，但係我哋一定要問自己，我哋應唔應該俾啲機械做呢啲嘢呢？我哋應唔應該俾佢自動化走我哋嘅工作，包括帶到滿足俾我哋嘅工作呢？我哋應唔應該容許電腦嘅思想聰明過人類，令到佢哋可以取代我哋？我哋應唔應該繼續行呢個方向，而冒險失去人類嘅文明呢？其餘封信我俾你慢慢睇。點解一個對科技咁熟悉嘅人 Elon Musk 都會想我哋停止再發展再強啲嘅 AI 呢？佢會唔會知道一啲我哋唔知嘅嘢？係咪佢見到智能功能會取代晒所有工呢？呢啲 AI 最容易取代咩工作？根據美國投資銀行 Goldman Sachs 嘅報告，佢哋分析咗超過1000份工，睇每份工需要做咩，然後呢啲嘢可唔可以被 AI 自動化走？而最難被人工智能取代嘅工作呢，就係需要勞工同埋有少少變化嗰啲。例如起樓、維修，唔係每一個 job 都係一樣嘅。但係留意翻呢個報道係講 AI 取代，有啲工作可以被機械取代。例如耕田，以前都係好需要勞工，但係有咗大型機械之後就唔使咁多人。咁起樓、維修、掘礦、掘油呢啲工作可能變化多啲，所以暫時就未被機械取代。而點解 AI 取代唔到佢哋呢？因為人工智能雖然佢哋睇到同埋諗到嘅嘢快過人類，但係佢未有手有腳我嚟執行行動。所以啲勞工性高嘅工作呢，就最難俾 AI 搶。護士同埋廚師一樣啦。雖然 AI 睇病唔好話護士可能快過醫生添，但係佢未有一個身體我嚟幫佢照顧啲病人，所以呢啲工作就比較安全。而最危險嘅呢，就係文職，例如喺辦公室做 admin、幫手聽電話同埋 book appointment， 呢啲行業做嘅嘢有一半可以被 AI 自動化。而第二高危就係法律行業。
係咪估唔到呢？要讀咁多年書，交咁多學費先做到律師？你而家話俾我聽，佢會被電腦取代？你諗下幾恐怖啊！因為呢個行業好多時要睇翻啲 case，睇翻啲法律。而家 AI 嘅閱讀理解能力已經高過一般人，過都冇幾耐，佢會仲勁過最聰明嘅律師。咁仲點可以鬥呢？咁高文就估計有40%佢哋做嘅嘢可以被 AI 取代嘅。而第三危險嘅呢，就係建築師同埋 engineers。喺另一個報告 ，OpenAI 同埋我間大學 UPenn 寫嘅 working paper 裏面話，有80%美國返工嘅人，至少有1成佢哋做嘅嘢係會受到 AI 嘅影響。而最大機會被取代嘅行業呢，就有呢啲：數學家、分析師、會計師、法律行業嘅秘書，甚至需要創意嘅工作，例如作者同埋 web designer。喺國家方面，有冇咩地方係零舍受到影響呢？ AI 對新興市場一般嘅 impact 細啲，因為 emerging market 嘅經濟經常係生產或者農業為主，或者好似泰國咁係旅遊為主嘅。咁呢啲生產同埋服務性嘅行業呢，就難啲被 AI 取代。而最高危嘅呢，就係最多人返辦公室嘅地方。你估邊度按比例係最多人做文職嘅呢？一定係啲細嘅貿易中心，所以香港係排第一。呢間投行估計有接近30%嘅工作係可以被 AI 自動化。咁係咪代表香港玩完，將來電腦會搶晒我哋啲工呢？咁又唔一定。自從18世紀嘅工業革命，每一份被機器取代咗嘅工作，創造咗至少多一份新嘅工作出嚟。唔單止係咁，生活水平比起18世紀好咗好多。而個原因係咁嘅，你幻想呢個世界有3個人，佢哋本來要3個一齊耕田先至可以種足夠嘅嘢俾大家食，但係有機器發明之後，1個人就做到，2個人就變咗冇嘢做啦。咁個結果會點呢？就係佢哋會揾第二啲嘢做，令到總共生產量高過以前。例如一個可能用佢嘅時間我嚟研究疾病，另一個就製作音樂，咁就變咗有咗機器之後，有2個人冇咗工做，但係大家都有得食。而嗰2個人呢，就會發展第二啲行業，例如醫療同埋娛樂，令到大家嘅生活水平更加高啦。如果你睇翻以前重要嘅發明，例如電同埋電腦，塗上藍色同埋紅色線，發明咗呢啲嘢之後，令到我哋生產效率進步嘅速度加速。或者另一個例子，而家多咗好多 AI 工具，佢哋可以寫 YouTube 影片嘅內容，仲要寫得好到你分唔出人定係電腦做嘅。跟住 AI 又識用唔同嘅語言、唔同風格將個內容讀出嚟，仲可以做埋個好真實嘅樣俾佢，至少真實過阿豬依個，然後仲識寫埋字幕添。好似咁依個係阿豬 upgrade 版，靚仔好多。我仲可以變成女性，因為我知道觀眾中意睇女仔。用男人聲好怪喎，變埋女仔聲先。咁係咪自然好多，令到條片吸引啲呢？大家覺得邊個最好？用翻舊嘅阿豬啊，升級版靚仔嘅豬。定係你想要我？請你喺 comment 度留言。既然智能功能可以做晒每一樣我要做嘅工作，咁佢有冇取代咗阿豬呢？咁係冇或者未。以前我要用10個鐘我嚟做一條片，而家有 AI 嘅幫助，可能6個鐘就得啦。多咗出嚟嗰4個鐘，我就用嚟做有用啲嘅嘢，例如分析個市場。所以當我哋睇翻人類咁多年歷史，每一次有新嘅機械或者電腦自動化走我哋嘅工作嗰時，有新嘅行業就會誕生。例如有咗互聯網之後，好多印刷業嘅工作都冇咗，百科全書啊、字典、翻譯器呢啲產品而家基本上唔存在。但係同時又開發咗好多新嘅工作出嚟，例如 web page designer、software developers 同埋 KOL 都係互聯網出現後誕生嘅工作。睇翻啲數目，而家有60%嘅工作係1940年之前未存在嘅，所以喺一個高層面咁睇，人類應該冇事嘅。智能功能會攞走一啲工，但係亦都會創造啲新機會出嚟。但係喺個人層面又點呢？你同我仲可唔可以生存到？因為唔係咁容易由一個工廠員工轉移變成 web page designer， 你要需要重學好多嘢先至轉到行。而當發展速度越嚟越快，例如喺最近嗰50年，講緊喺一代嘅時間裏面，我哋由計數機唔係好普遍，變到有電腦、有互聯網，每人手上有部勁過20年前嘅電腦，然後而家有聰明過人嘅 AI， 同埋識自己揸嘅車，啲發展係越嚟越快，咁就變咗我哋嘅彈性要更加高，我嚟適應呢個環境。我哋可以點樣為呢個 AI 將來準備好啲呢？對有啲人嚟講真係會難嘅。如果我老啲去到60幾歲，做咗份工40年，一開始做嗰時都未有電腦嘅，而家你要學 AI， 咁我覺得係有啲困難，唔係咁容易學新嘢，然後再發明自己。如果係我嘅話，我都唔會啦，情願俾心機啲做嘢，賺埋最後嗰幾年錢，做好投資攞被動收入，咁將來有咩新科技取代咩工作都唔關我事，可能對我仲好添。如果呢啲科技會令到股價升嘅話。
但係對啲後生人嚟講，例如差唔多畢業或者做咗幾年嘢，20-30歲嗰啲，呢個係個好好嘅機會，我嚟增加你做嘢嘅效率。呢個亦都係你嘅優勢 over 做咗10幾年嘢嗰啲老餅，因為佢哋做慣一個方法就唔想改，亦都冇咁多時間同埋心機學新嘢。所以如果你可以用 AI 幫助你做嘢快啲同埋好啲，咁你就有機會快啲取代你個上司。所以喺呢方面，我覺得大學應該鼓勵用呢啲 AI，例如 ChatGPT。小學同中學就唔同，因為你想小朋友打好知識嘅基礎，但係去到大學，佢應該幫你準備真實嘅工作世界。例如我以前讀嘅賓州大學，有啲課程教授係要求啲學生用 ChatGPT， 因為佢哋見到呢個係將來係一個必須學識嘅技能，所以就要啲學生學識利用佢。因為用都好講技巧，你要識點問呢啲 AI 問題，佢先俾到有用嘅答案你。呢個係其中一個最新嘅工作，叫 Prompt Engineering。唔需要有 computer science 或者 programmer 嘅背景，人工誇張到30幾萬美金一年，即係每個月20萬港幣。咁唔單止要學識點樣用呢啲 AI， 大學仲想啲學生知道佢哋嘅弱點，而鼓勵佢哋喺課程用 ChatGPT 就達到呢個效果。我覺得咁樣先至係真正預備一個學生可以喺工作世界成功嘅教育。如果唔肯改變嘅話，會點呢？就變成好似倫敦的士。你知唔知點解 Black Cab 咁貴啊？因為成為一個倫敦嘅的士司機，你要記得25000條街同埋10萬個地點，然後考一個好出名叫 The Knowledge 嘅測驗。呢個可能係全世界最困難嘅測驗，成個過程差唔多要4年，你先至可以成為一個倫敦嘅的士司機。所以喺的士界，佢哋係幾受尊重。但係咁又點呢？而家有 Google Map， 任何人有電話都知道晒所有路同埋地點，仲可以實時咁知道交通狀況，知道行邊條路會快啲。有咗呢個科技之後，一個 Uber 司機同一個用咗4年我嚟記2萬條路嘅的士司機爭幾遠呢？所以如果後生嘅話，個人學識點樣可以彈性啲，學識利用科技，同埋培養一啲 AI 取代唔到你嘅特點，例如溝通技巧、人際關係，同埋建立你自己嘅個人品牌，會係好重要。而如果係40幾50歲做到中管理層，見到後生嘅員工識得用 AI， 我嚟幫助佢哋做嘢，令到佢哋嘅效率好過你多年，再係咁落去嘅話，過多幾年佢哋就可以取代你，你又可以點做呢？咁好彩做咗10幾20年嘢之後，你對個機構同埋行業有高好多認識，你亦去到一個可以做改變嘅地位。所以呢個 AI 革命係俾咗一個機會你，點樣可以利用呢啲新嘅工具，令到間公司賺多啲錢呢？本來要5個 junior 做嘅嘢，而家有 AI 可能2個就夠，咁你個 team 就變咗更 productive， 同埋個 cost 減少咗。同時呢個科技仲係新，所以如果你可以早嗰啲競爭，諗到點樣用 AI 我嚟幫助個生意嘅話，咁唔單止你會喺公司嘅地位高咗，仲要行業嘅人都會多啲留意你。所以智能功能對我哋嘅飯碗有危險，但係同時佢創造咗機會俾想把握機會嘅人。